了后，真侪人拢开始来规划要出国旅行。中央银行就公布今年第二季这服务贸易的逆差是要挖25亿的美金，这是2017年以来上大的金额。也那今年7月这个外销的订单是要挖500亿的美金。专家预计今年第4季贸易应该会当转红。休热是旅游的大月，拄到疫情解封，桃园机场的飞行机是起起落落，一班接过一班，是真侪人出国佚佗。中央银行日公布今年第2季服务贸易逆差金额是24亿8千万的美金，创下6年来新高。不过专家提醒，真侪民众出国去行达，甲其他国家来台湾旅游的人数来比，却是冷冷清清。在出口衰退的状态，那如果能够增加国外的观光客到台湾来旅游，那这个也可以缓解出口衰退对我们台湾经济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专家认为讲，要提升台湾出口的情形，就要增加来台湾旅游的人数才是关键。根据经济部统计局顶一日公布7月份外销订单的金额是超过477亿的美金，年减12%，连续11个月负成长。不过年减的幅度是已经比原本按算的超过2成较好。虽然第3季由乌反红的机会无大，不过专家预估第4季因为基期低，加上新机上市，有机会会反红。另外观察日台股大盘走势，为开悬走低，盘中佫一届扭转来到16466点，起83点。大家地嘛呈现开悬走低态势，盘中捌起5块。它如果能够维持一个继续强势的走势的话，那整个市场呢就会对 AI 概念股呢，甚至于包括台积电，大家都会产生比较强烈的信心哈。那这个大盘呢 ，AI 概念股就有机会往上走，那我们台湾股市呢也会跟着往上走。分析师表示，非代志时的财报若真好，有机会会带动台股冲起来，买当刺激投资者的信心，脱离进前落车走势。不过，中国地产财政赤字连环壁，恐惊卖冲击台股的表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